各位老友記，大家平時去街市買餸，係咪都中意買條魚返屋企清蒸或者紅燒？我哋香港人講究飲食健康，尤其是老人家，食魚個好處真係好多。魚肉唔單止容易消化吸收，仲唔會好似食紅肉金增加腸胃負擔。大家係咪見到哥迪係魚缸入面游嚟游去嘅魚就覺得好新鮮，或者見到一滴價錢特別平嘅魚就即刻衝埋去買啦？其實去買餸揀魚並冇咁簡單。如果唔識得分，你買返屋企既可能唔單止係一條魚，而係一整套抗生素甚至係化學添加劑。好多人都係抱怨依家滴魚食落完全冇魚味，根本原因在於大部分人根本唔識分邊滴係人工養殖嘅魚，邊滴係真正來自大海嘅野生海魚。前幾日我去西貢碼頭撞到一位幾十年經驗嘅老漁夫水叔，同我分享咗好多令人大開眼界嘅買魚知識。水叔話：我知，雖然依家嘅人工養殖技術已經非常發達，但依然有8種魚係幾乎冇辦法進行大規模人工養殖嘅。呢8種魚咧，基本上全部都係純野生噶啦。以後係街市見到呢幾種魚，只要確認係新鮮嘅，就千祈唔好錯過，因為咧迪鮮係真正既大海美味，食得健康又令人放心。今日我就將呢位老漁夫嘅經驗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建議大家認真了解下，以後去街市買魚就唔會再中伏啦。首先，我哋要搞清楚點解老漁夫會咁強調野生呢2個字。大家可以想象下，係哥迪人工魚排或者養殖場入邊，成千上萬條魚俾人逼埋喺一個非常狹窄嘅水域空間入邊。呢啲魚嘅排泄物全部都係嗰一潭死水入邊不斷循環，為咗防止魚群係咁惡劣嘅高密度環境入邊生病，養魚戶好多時都逼住要向水入邊落藥。但係野生海魚寄生存環境就完全唔同啦，佢哋係大海入邊自由自在咁游嚟游去，平時食嘅係海入邊嘅蝦母同浮游生物。因為活動量大，野生魚嘅肉質自然就會變得非常之結實。水叔話，真正識食魚嘅香港人去街市一定首選呢8種魚。第一種魚就係好多香港人最愛嘅馬友。呢種魚啊，非常有性格，佢對生存環境嘅水質要求極高，而且天生膽細，生理結構特別，人工養殖環境好難模擬深水水壓同水流嘅流動性。雖然依家內地有一滴地方試緊人工養殖馬友，但係技術極度唔成熟，搞到養殖成本高得人驚。所以喺街市見到哥迪全身閃閃發光、魚鱗保留得好完整嘅馬友，99%都係純正嘅海捕野生魚。馬友最極品嘅地方就在於佢身上歌浸豐富嘅油脂。揀馬友嘅時候要揀魚身肥厚、魚肚脹卜卜嘅，買返屋企用泥清蒸或者煎香佢，魚油係高溫之下滲出嚟，香味十足。而且馬友富含奧米加3脂肪酸，對心血管健康咧非常有好處啊。由於呢種天然嘅野生魚油係人工飼料餵唔出嚟嘅，所以只要係街市見到新鮮嘅馬友，買就啱啦。第二種魚係大眼雞，學名叫大眼鯛。大眼雞好難人工養殖，因為佢屬於底棲性魚類，生活係深海域入邊。大眼雞皮厚肉堅，非常適合用嚟整凍魚或者用嚟滾湯。大眼雞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鈣質，小朋友食就最適合不過啦。老漁夫教路，揀大眼雞最關鍵就係睇佢哥對大眼，眼睛必須要晶瑩剔透。唔好揀哥迪對眼望落好濁，有出血紅絲嘅，因為哥迪多數都係已經擺咗好耐嘅唔新鮮嘅貨色。第3種魚可能大家聽咗會覺得好出奇，嗰個就係牙帶魚。平時我哋喺街市見到嗰種長長地全身銀色好似把劍金嘅魚，其實全部都係野生嘅。
牙帶魚常年生活係水深60米到100米，甚至更深嘅海洋底層。牙帶魚有一個特點，就係體內嘅魚血有極強嘅減壓功能。當漁民將佢哋喺深海打撈出水面嘅時候，由於水壓係短時間內迅速改變，牙帶魚嘅魚筋會瞬間破裂，所以你係街市永遠都唔可能見到係水缸入邊游嚟游去生勾勾嘅牙帶魚。市面上見到既全部都係冰鮮狀態，因為佢哋離開深海水域上水之後就會即刻死，根本冇可能擺喺養殖場入邊飼養。牙帶魚表面嗰層望落好似魚鱗金嘅銀色物質，其實係一層銀脂。呢層脂肪咧對大腦發育非常有好處，所以係洗牙帶魚嘅時候，千祈唔好用力去阻走嗰層銀色物質。第四種魚係老漁夫強烈推介嘅黃花魚仔，呢度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依家街市有好多體型比較大嘅黃花魚。哥迪大黃花魚依家已經可以進行大規模嘅人工養殖，價錢好平。但係真正嘅野生黃花魚仔體型係比較細條嘅，佢嘅身體會呈現出一種非常自然淡淡地嘅金黃色。黃花魚仔對生存環境保持住極高嘅警覺性，佢哋中意係逆流之中游水。人工養殖既死水環境根本冇辦法提供到足夠嘅運動量俾佢哋。真正既野生黃花魚仔肉質非常緊密，食落就好似蒜頭肉金，一瓣一瓣嘅。而依家市面上哥迪人工養殖既大黃花魚，因為長期缺乏運動，體內脂肪大量堆積，食落去會有一陣明顯嘅腥臭味。所以係街市見到體型細細條、顏色自然、泛住金黃色嘅黃花魚仔，就算價錢貴少少，都絕對值得買。第五種魚係鯧魚，特別係白鯧同英鯧。雖然依家市面上已經有可以人工養殖嘅黃立莊，但係白鯧同英鯧依然係以野生捕撈為主。白鯧魚嘅脾氣好大，佢哋係大海入邊游得極快，一旦被捕撈上嚟困，係狹窄嘅魚缸或者養魚網箱入邊，會因為環境壓力過大而產生極度恐慌，最終絕食。所以市面上基本無活體養殖嘅白鯧魚既身形帶有優美嘅弧度，魚肉嘅口感極之細緻滑嫩。大家係買嘅時候咧，一定要分清黃立莊同白鯧嘅分別。黃立莊嘅魚鰭咧係黃色嘅，肉質咧食落比較實，呢種咧通常係養殖貨。而白鯧魚咧就全身銀白，肉質細膩。呢種魚含有非常豐富既不飽和脂肪酸，對清理同保護血管有極大嘅幫助。第六種魚就係狗肚魚，大家平時去大排檔食飯最中意叫寄餸，應該就係椒鹽狗肚魚啦。狗肚魚嘅肉質透明柔軟，水分含量極高，離開海水之後極難保存，肉質好快就會變壞，需要非常穩定嘅低溫環境同高昂嘅保鮮技術。所以咧，你依家係街市買到嘅狗肚魚，全部都係漁船係近海打撈翻嚟嘅野生魚。雖然佢價錢平，但佢勝在夠天然，完全唔需要擔心化學殘留。第七種魚係鮫魚，鮫魚係大海入邊係一種非常兇猛嘅掠食性魚類，極難提供足夠廣闊嘅空間俾佢哋養殖。如果係狹窄嘅空間入邊養殖鮫魚，佢哋嘅肉質就會變得非常鬆散，失去原本應有嘅緊緻風味。鮫魚嘅肉質咧非常之厚實，而且咧魚骨好少，通常俾大家買翻屋企用嚟打魚蛋或者直接切塊煎香。買生魚嘅時候咧，一定要用手去撳下個魚身，如果撳落去覺得軟綿綿，肉質冇，即刻彈翻起，咁就證明咧條魚已經唔新鮮啦。第八種魚秋刀魚，核心原因係佢有長距離餵游嘅習性，特殊嘅魚體需求，極高嘅應激死亡率，搞到技術上唔可行，而且經濟成本遠超野生捕撈。秋刀魚咧屬於典型嘅大洋性圍游魚類，
每年遷徙幾千公里，需要廣闊嘅冷水域持續游水。封閉嘅網箱或者魚塘冇辦法模擬佢生存運動嘅環境，好容易搞到停滯死亡。野生資源量雖然下降緊，但依然有一定規模。估算養殖成本比野生保留價格高好多，冇商業驅動力去投入研發。人工養殖嘅魚糧入邊咧，往往含有大量嘅澱粉，甚至係使用動物內臟加工而成嘅粉末。呢啲嘢咧根本就唔係魚類，係自然環境入邊應該食嘅食物。而野生魚喺大海入邊食嘅係天然嘅浮游生物，蝦毛蟹仔，咁樣就保證咗食材夠健康。為咗令大家以後去街市唔再俾人呃，可以正確金揀魚，老漁夫仲教咗幾個分辨野生魚同養殖魚嘅實用技巧。首先咧係睇魚嘅身形。野生魚因為要喺廣闊嘅大海之中生存，為咗避開各種大型掠食者，必須時刻保持高速游動，所以佢哋嘅身形通常比較修長。而人工養殖嘅魚咧，身形通常比較圓潤臃腫，特別係魚腩嘅部位會積聚大量脂肪。其次係睇魚嘅顏色，野生魚嘅體色通常比較暗淡，可以同周圍嘅自然環境融為一體。而養殖魚因為長期食魚糧，身上嘅顏色有時候會顯得特別鮮豔，有一種唔自然嘅假色。最後就係睇魚鰭，野生魚嘅魚鰭咧通常都保持得完整而且尖銳，而養殖場入邊嘅魚因為生存密度極高，互相之間經常發生碰撞同摩擦，魚鰭往往會受損而顯得殘缺不全，或者邊緣變得非常圓鈍。好多人都覺得純野生嘅魚一定比養殖魚貴好多，其實又唔一定。好似九肚魚、大眼雞、牙帶魚呢啲，價錢其實都非常親民。好多市民去買魚，淨係識得買紅衫魚等常見品種。但其實咧，極熱門嘅魚種依家有好多都已經淪為人工養殖啦。學識揀呢8種野生魚，你完全可以用一樣嘅價錢，甚至更平嘅價錢買到質素更高、食得更健康嘅純天然海鮮。水叔咧仲特別叮囑買魚嘅時候唔好淨係貪圖方便去大型連鎖超市，應該去多迪傳統嘅街市，或者直接去碼頭揾啱啱回航嘅漁民買。除咗呢8種魚，水叔仲補充咗一個非常關鍵嘅細節，嗰個咧就係一定要識得睇魚鰓。新鮮野生魚嘅魚鰓咧，通常係鮮紅色嘅，而且行埋去聞咧，只會有一陣淡淡地既自然海水鹹味，絕對唔會有令人唔舒服嘅濃重泥腥味，更唔會有刺鼻嘅化學味。如果見到魚鰓因為水質污染或者擺放時間過長咧，顏色已經變成暗紅色甚至灰黑色，呢種魚就千祈唔好買。關於煮野生魚，水叔分享咗一個清蒸嘅火候秘訣。野生魚嘅肉質鮮嫩，千萬唔好蒸得太耐。通常一條5到6兩重嘅魚，水滾之後用大火蒸幾分鐘就啱啱好。熄火之後唔好即刻揭蓋，利用鑊入邊嘅餘溫再焗1分鐘。呢種處於啱啱熟透邊緣嘅狀態，先至係食魚嘅最高境界。另外，買野生魚千祈唔好盲目貪大條，體型適中嘅魚先至係最好嘅。太過大條嘅魚意味住佢嘅年紀已經好大，肉質會變得非常粗糙，而且體內積累嘅重金屬可能會更多。所以中等身形嘅野生魚先至係最鮮嫩、最健康嘅選擇。希望大家以後去街市可以一眼就睇出邊啲先至係純天然嘅靚貨，避開哥迪化學養殖嘅劣質魚，做個精明、識食又識得健康嘅香港人。